刚开始项目加米，前3公里，前到公，再公，3公，分到1公，再公，3公。请点人数慈悲，前到1公，分到1公，点人数晚安。所以我们坐下。陈经理还有组长领任组长在座各位先生，大家在这里帮忙，也是不告人这个环境大家有气的大家这位呢大家来学习。那或许呢，当然有一些不足的，那恐怕嘛是有个不达的所在啦吼。这个希望这个关系在座各位先生大众呢有当体谅你或许忙科比学习中啦吼。那当然对于了解这个有利的体会呢相当的有限。所以讲呢，不足的呢，会使讲是真济吼。唯有就是希望咱大家会当多多会当包容私底下呢也可以给或许做一个主证让或许呢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那当然呢，当然咱跟这个影片。那这个温文呢或许呢就来读一下前地性无诸英雄，心不量万无量。无诸英雄，雄以诸业，不无英雄前行。一分不输，良心独强，一良绝即输。便处修仙，是为大策。学道者的书记，略不识法义，自错有可。应犯他人，自迷不见，有忘不偏，所以得无量为重。那这里甲咱讲显地性那当然。对了，伫这个伫资金伫这个资金上心不量，法无量那当然，伫这个资金上来讲，也就是讲伫现象这个一切互咱看会到甚至听会到伫这个所在呢，咱是不是？会当心不静那当然，因为伫这个资金上来讲呢，有了这个上界有这个上界来讲呢，人讲会当达到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安那呢用而不尽的，这叫做无量那因为咱就是这个现象界的当中呢，不断的显示，有当时看到、听到，就会起到一个念无论起的是好念，还是无好的念，总是呢，这就是心有所了了，这个应对，就是你心去来应。心来记，那咱会当讲伫资金上，无论听到、看到，咱会当无去起一个心念，这叫做无量，这叫做无量，
那无自念相的，常离自境，不无经常生心。离自念相的，会当常离自境，不以经常生心。那为什么呢？伫这个所在呢，来甲咱启发呢，来教导咱呢，常离自境，不有经常生心。那因为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嘛就讲伫现象界一切来讲起来呢，有可能无事，无事。但是伊伫咱经常生心了后，有了着一个好甲歹，相对咱自己呢，伫内心受了着境的影响，心呢，嘛产生了着足济会起伏不定。讲国语啊，我或许是怕讲国语你也听不懂。好了，或许用双声带的哈。那因为，好了，因为这样呢，讲闽南话你听不懂，也怕讲国语你听不懂，怕的是这样的哈。那当然呢，在这里我们六祖呢，也是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因为在这个现象界来讲，你看得到的或是听得到的，可以说是挺平缓、挺正常，因为上天给我们眼耳鼻舌。生意，当然要让我们这一种六根触准的当中有能够产生应用，不然给你眼睛做什么？给你耳朵做什么？那当然上天给我们眼睛，给我们耳朵，可以去看，可以去听，可以去分辨，那是能够用在善的一面，流露出你率性的一面。你今天看到了什么，你当然可以去表达疑心，但是让你在一个正用，上天给我们六根触尘，当下我们不能因为六根触尘生了六识，生六宿，生这个六识。那这样呢，就离开了我们自性稳住清净的这一种清净的，那也就是离开你本性所具有的那一种清净，你心自然就会沾染，你自性呢自然就会被你所感应到的、所生出的心念而蒙尘。不论是善跟恶因为你自性上本来就没有善恶嘛，清净清净就没有善跟恶嘛。那你起了一个善的念，那当然也是污染到了。或许常常比喻的说，眼睛不容一个细沙因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就是清净的。你今天被灰尘这一种沾染的，你当然你就会一直掉眼泪，因为就不自在了。那现在眼睛来讲，不是你被这个灰尘沾染的会不自在。那当然我们在说的金子是好的嘛，对不对？那个师姐是不是？金跟沙，你喜欢哪一种？金。你不要跟或许说你喜欢沙呢，
金子跟沙子你选哪一种？平常啊，我们平常来讲，金子一定比沙好嘛，对不对？对，有价值啊，不然你怎么不带这个石头？你要带那个金子的，对不对？哦，不是啊，比例啊，哦，所以说我们眼睛的本来就是不容易杀，但是不是不容易杀而已，也不容易一粒金杀，因为它本来清净，不能受到任何的有形的东西去沾染，但是你沾染了，你就会不自在。那我们的自信也是一样，它本是清净嘛，哦，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下呢，哦。我们不在境上生心，就是要保有你那一种赤子之心，没有被沾染万事万物来沾染的清净之心，把260中呢都保有你本来的清净。那你260中，你当下就是佛了。哦，你在人生当中，你就不会去起一个烦恼痛苦。这个也就是说啊，我们呢能够不要在境上生心啊，凡事呢就是过了之后呢，就让它过去啊，不要一直放在你的内心上，你的内心上的那一种不自在呢，那当然对自信上，对你的心灵呢，其实也有一个这一种沾染。也有产生烦恼痛苦，所以说呢，虽然在人世间呢，我们就是要保持这一种无念，那在这里讲，若只有百物不施，炼尽除却，那当然啊，如果说你误解了无念的意思，就是百物不施。你的念头都你的念头你都把它打住，我不能想，因为我现在在修行的，我要无念，所以呢，不能有所的念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一念觉即死。刚才在讲嘛，上天给我们原有彼此这个心意深意来讲呢。那为什么我们为了修道呢而误解了肩上的这一种意见，把它偏掉了？所以所谓的无念，绝对不能起一个念头，不是，只要是正念，或是说我们平常不论是凡事或是我们在道场的这个盛世来讲，你没有一个念，你怎么去计划？你怎么去执行？你怎么去做？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念，但是你这个念是在正念，而且你过后你也是不再起一念，那当然这样叫做无念。这样叫做无念。所以这里无念不是叫我们一念觉，不是这样，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能想，叫做无念。那一念觉即使别处受生，视为大错，那当然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学道者呢，我们要思之，我们要去细思如果说这种念头若不是法义，自错有可，更见他人，自迷不见，又犯佛经，所以立无念为重。就很怕的就是你不懂无念的意思，那你又把这一个错误的这一种法义呢传承给别人，那这样就谤佛，就谤佛。所以说呢，才立的这一种无念为重，无念为重。那这样我们就是在修道呢，我们一定要去认清这一种无念的
宗旨，它的法义在哪个地方？不能呢把它错解了。如果你错解了呢，你自己可能还事小，因为影响就是你自己的事而已恐怕的你又把这一种错误呢传递给别人，那这样就不好那我们继续呢，就是在里面的地方呢，我们再继续呢比较深入的大家一起来探讨研究那当然，我们平常在讲的是一种见言见言现象这个一切这一种见言，那么这个见呢，也叫做事心的事因为这个见让你产生一个事心之言，我们叫做见言。那么在见言整句来讲，也叫做义言。那么什么叫做义言？就是你不自义你现在看的，我们刚才讲的，上天给我们眼睛是要让你正用，结果你不自义，你把它歪用了，看不该看的，看不能看的，你又生了一个念，那这一个呢，叫做见言，也叫做义言。那这个见就是事，事就是事心，就是一个事心。因为在这个见，它不含有你的本性，都叫做事，事心用事。你离开本性所去想的、说的、做的，这个叫做事心用事。所以现象一切的东西，它是缘生缘灭嘛。因为上天给我们来到凡尘，刚才讲的，眼睛要让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那么舌尝味身接触，它是有一个正用。既然你一个人来到凡尘，你上天给我们六根有它正用，六根本住清净，但是因为我们在这种严境当中，你事心用事，把它看歪了、听歪了那么鼻子都是要闻香的吃的要吃好的，你身体的接触又要讲求那一种舒服，那一种快感那这样呢，就会离开你本心所具有的清净的本心所以说净言呢就是这样。那如果在这里讲，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这个是不是单地谈嗅？是嗅觉了那舌尝味那么身接触，在这当中过程，我们不分别、不执着，心不受外境的动摇。今天看到一个好人跟坏人，你能不能安住？你是不是起了一个分别？这个是谈法，还是你主？你了然于心，还是你动了一个念，起了一个分别心？看到这是好人、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这一个是贫穷的人，你起了这一个念，那就产生你内心已经事心用事了。那如果呢，你看了听了，你知道，但你不动一念，
他也是一个人呢、他现在贫穷有罪吗？而且这个人的不对跟你有关系吗？那为什么你要起一个不谦谦的心？你要起一个不好的人的心，你能不能把它安住？那当然，我们讲的在这里就是一个意见。那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当中不分别不执着，心不受外境的动摇，因为要保有你本来的谦谦。保有你260中的本心，就是要守住。那当然了，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足了成佛。为什么但用？当然了，你本自清净，你已经不清净了，你要把它收拾回来。回归到你自信本自谦净的意见，所以我们在修办当中呢，不断的就是但用此心但是或许真的是惭愧了，没办法都一直但用此心，都是用自己的私心，难怪就会有很多的烦恼跟痛苦。如果你私心的话，你再好的环境，你起一个私心，我还在攀岩，我还安装，怎样，那你永远就是好雅人的善良啦，是不是？你起了一个心呢？你已经很有钱啦，没有钱的人更多，比你没有钱的人更多，人家都没有讲这样的。你那么多钱的，你为什么还想说我钱只有这一点点而已？那你起了这一个念，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烦恼痛苦，对不对？所以说呢，当你一个不足的话呢，你去看人家就像那个非洲的那一个或许呢前一次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且忘记了一个妈妈养了3个儿子，讲过吗？贫穷没得吃。已经3天没吃了，那妈妈也就带着他们，拿着那个畚箕去那个河里面，再塞金再塞金，结果在那里塞了很久，好家在呢，去塞到1块这个。好像比赛那么大的金听得懂吗？好在书里他听得懂，你们不要笑。所以说，那他如果塞到这1块金呢，那么金块呢，他就要拿去卖了。结果要拿去卖的时候，放在那个磅秤上面。联动也不会动，重量不够，那一个人说你再拿回去，那再收集一下，有多一点的再拿来。结果他妈妈呢，当下就跪下去了。为什么他跪下去？因为他要卖又重量不足了，我不知道给你多少钱。那当然，妈妈在那个当下呢，妈妈呢看着这3个小 baby 呢，已经3天没吃了，所以呢，母爱。如果这一点点又不能卖到钱，那这个3个儿子呢，就肯定也没得吃了。所以他跪下去，那个老板呢，拿一张那个纸币给他多少钱，或许看不懂了。他就跑去买那个面粉，回去这样那个跟水搅拌以后就去蒸一蒸，还有买那个几颗的那一种菜，几颗而已啦就咱若做桂林啊迄几十那回去就这样子一煮，3个 baby 吃到欢喜。你看，你那个环境来讲，我们有那么糟吗？没有嘛
那这样比起来，我们就富有多了，心就不会痛苦了。那你常常拿自己去比那个郭台铭，难怪你心在伤心、烦恼、痛苦，对不对？所以或许都会比我们穷的，我们还算OK 的，这样就好了，对不对？那这样也是过日子啊。你不知道啊，不要让你知道啊。所以说呢，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了啊。那也就是我们面对的一切，不管你听到的、看到的，我们都不起一个念。但是你内心是清楚的哦，你内心是清楚，但是我不起一个念，你当下也是清净，是不是？不会因为你看到、你听到而产生恶念嘛？所以呢，就不会产生烦恼痛苦。所以呢，这个无念就是不受境转，不为所动，不生贪心，不生贪着的染心。因为你不受境转嘛，环境怎么样都不管。昨天晚上地震到我讲讲，在凌晨，你看。苏婷就这么意见这么高，他一直摇头说我都没关系啊。那或许就起来坐在那里，我到底要不要跑出去，还是要怎样？你看或许烦恼就来了，对不对？那你老神在的坐在那里要睡，这样好像那个摇篮也不错，你看意见多高。你都没有用三宝。你看我意见你看所以你就不被境转嘛，就没有烦恼嘛。或许被境转嘛，对不对？摇3次都是起来那里，到底我要不要跑出去？你想睡？还想睡了？如果摇太大，生命都没有了，还想睡？困干我。那这样来说就好了。这样。当做摇篮嘛。你看意见多高？一样地震就有2种心嘛。一个就让他摇没关系，一个就是想要跑，就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心境呢，你的自信以及你本来清净的心就会被沾染所以在这里呢跟我们讲的无念就外在的一切的环境怎么样不为所动不生贪着染心。不起一念你看人家好，那我们就是赞叹嘛，比我们行，我们赞叹。有的人也会渡人我们赞叹他真的，我们要学到他这样的，真的或许来讲，或许就有困难。人家奇怪不知道那个陈坛主说，那个嘴巴要解让的来有的时候讲个老半天都又不来。所以说每个人的那一种因缘不一样所以说呢别人的好，我们就是随顺赞叹的我们不起一个念是不是在这个当下我们能够去安住，那就保有我们本来的那一种清净的所以呢远离杂想、恶想、乱想。正念不思，无念就是这样。无念呢，就是让我们远离杂想、恶想、乱想，不正的心念就是不正的心念就对了。那正念不思，就是我们在正念当下，也是叫做无念因为我们既然是人，不是一个木头跟石头，不可能说上天给我们的那一种头脑为了修行，什么都不能想，不是这样。那这样你就错解经中的意义，你就错解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所讲到无念呢就这一个情形那后来呢就再跟我们讲，远离之念呢，不是百物不施，弃此念头这里呢就跟我们讲了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无念的认知呢，
那可能借着这个地方呢，我们学习，那对于无念呢，大家应该这一种想法呢，应该更能够了解，所以说呢，不是百物不思，弃子念佛，什么不想或是不敢想。为什么不敢想？因为我现在在修行啊，说要达到无念啊，明明要想的也不敢想，那这样对吗？这样不对，这个叫做着空见，叫做着空见啊。因为上面给我们头脑是要让我们应用的只要不杂想、乱想，还有恶想那正念当然是 OK 的那来的就是，如果说你不想、不敢想，着了空见，你所修的叫做无想定，叫做无想定那么呢，你的果报呢，就在无想天无想天。但是虽然在无想天，但是它还是不究竟，还是在六道里面不能就近涅槃，不能就近呢达到这一种就近圆满。所以这里呢，也让我们来做一个了解那一念觉即时，别自受生是为大错。那么生无想天上大错了此修呢，对如来教法以及祖师语义的不解不认识，就是我们对于经中的义理，我们是不了解它的意思的我们也不认识这一种无念它真的意义是在哪个地方这个是我们自己不了解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应该对这一点呢能够更认识未来在我们心境上呢当中我们如何去调整，也如何去修行去修行。本来呢，你想说我们现在呢在修行或要无念什么都不敢想。那今天大家一起研究以后呢不是不能想只要你是一个正念 OK 的，或是事过，事来则应，事去则无，这个也叫做无念这个叫做无念所以说呢，己错还欠人教人，是自己迷惑呢不见性，你自己迷惑不见性而去误导他人，你认为这样是对的你所修的是这个无想天那你给人家说就是这样修，其实这样是错的，因为你教他这样的，你自己不能达到究竟觉那别人还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要修心性法门，要达到究竟涅槃，你是达不到的。那你硬跟别人说是对的，那这样就糟糕了这样呢就诽谤佛法，因为佛经不是这样写所以说呢我们释迦牟尼佛，我们都说他讲经49年，结果他说他都没有讲经是你说他有在讲经，所以你就谤佛。那么呢，那个释迦牟尼佛呢，那我们会认为他有讲经，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针对你的需要跟你讲，是这样的意思，不是我有在讲讲经只是因材施教，哪一个人你哪一个人有哪个问题，哪一个人有哪一个问题，你问我，我跟你回答，这样而已。对，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当然要谨慎小心的了哈，要不然呢就是违反佛法，那这样过失呢就会很大啊。这里所讲的就是一盲引众相牵入不可啊，那这样呢是误人误己的哈。那再来呢就是无恋。无恋而恋，恋而无恋。好，那在这里无恋而恋呢，也可以说是极而常照。所以你这个无恋不是真的都不能想，真的不是没有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恋哦。这个无恋而恋。那当然呢，无恋而恋也可以说极而常照。那么极它是无恋，但是它是长时间有照的作用。就像在这里呢，就像说我们自信，它本质清净。它本质清净那么呢，这个也叫做极。但是在我们自身上的自性起用，你不用的话，它是极当你要用的时候，自性起用，这个用叫做作用。所以呢，在这里极而常照，不是没有，而是在不用的时候，它不用起一个念，而有所动作，它是极。但是极不是没有，是它没有在起用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它的。那当然呢，我们要用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有起心动念，它就会有作用。就像或许，或许现在不口渴的话，或许就这样，不会去喝开水。那如果在当下呢，或许感觉口渴，就会自性起用，很自然的或许就会拿茶起来喝。那或许没有拿茶来喝，是不是或许没有自信？是不是这样？不是哦，是因为我在这个当下呢，我不口渴所以我不用做这个动作所以我已经感觉口渴了，那我自然而然呢，自然的反应，自性起用。那当然就会去拿开水来喝。所以呢，在这里极而常照，其实极无恋，但是它长时间是有照的作用。在这里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还是不了解？了解，了解。原来开始或许就是就像师姐你来讲，你双手万能对不对？你双手万能双脚可以行万里路你要走到哪里都可以可以吗？自信在的话都可以一本善万书那当然你是不会走路吗？你会不会走路？会那你现在怎么不走？因为你现在不用走，你想要坐在你这里听课嘛。那你是因为在这里听课，所以你来在这里做
表你不会走路嘛。但是你等一下已经上课完，你要走路才能走到车场去开车嘛，对不对？那你是会走路，是你还没要到走路的时候，你就没有走路嘛。你需要走路的时候，你就启动你的电，下课了，赶快要回家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启用你的双脚走到车场去开车。举例这样比较轻的，大家敢听有吗？啊？有。不是的，或许是说你本身你会走路嘛？会啊，那你或许问的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不走路？因为你现在不需要，不需要不代表你不会走路。你现在没有走路，不代表你不会走路，是因为你现在不用走路。那如果说当你下课的时候，你需要走路的时候，你的舒适就会来了嘛？下课了啊，下课怎么样呢？闭班以后呢，就是要去开车，你就起了这一个电，你就会用了。没有用到走路的时候，你就是如坐在这里。当你需要走路的时候，你就起了一个电，你就会，因为你是记住的啦，你会走路，不是说你坐在这里，是因为你不会走路，是因为你当下不需要走路，不然你会走路的。所以说呢，在这里的一个急就是像说你坐在这里，就是还不用走路，不是你不会走路，那当你要走路的时候呢？你就起了一个电，你就会去走路的这一种作用，在这里叫做躁，所以说呢，极而常躁，就是无念而念。所以在这里呢的无念不是没有念，是正念，是一个正念，因为呢，我们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块木头，不可能没有念，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就是什么叫做无念，什么叫做无念？或许现在举例这里，你大概可以体会吗？如果不能体会，我们私底下再来研究。那当然呢，这个极而常躁呢，就是无念而念，躁而常急，躁就是有念。就是有动作，就是会做。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你就会做，你就会有作用。当你事情做完的时候，你当然呢躁而常急，做完了你就会说到什么呢？就会说到极境，就会说到你的本位。你的本位就是一个清净嘛，就不会产生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躁就是有念，急就是一个无念。那躁而常急，呢，就是念而无念，就是前一次所讲的做而无作，那么做的为什么要叫做无作？是因为你做了，你不起一个做善事的心，这个叫做做而不做。比如说我们做了，就是好像功德大法题，那这样就产生一个恶缘对立所以做而不做呢，你做了不起一个，你就是一个无为而为的。那我们在这个念而无念，就是躁而常急，也就是我或许现在讲的，
就是什么？就是作而无作，就是作而无作，也叫我们要达到无为啊，要达到无为。那当然你要达到无为，也是要从有为起嘛。有为，你有做了，才能够达到无为嘛。你不要想说无为就是没有做，不是这样。无为是你做了，你不起一个做善的念头，这样叫做无为。所以呢，不要误解说，无为呢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不能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呢？要练无练，无练而练，所以说呢，无练呢就是无练而练，练而无练。那这一句话，这样大家能够领会吗？大家领会会来练，不用让你想无？我上。长时间它有照的作用对不对？而且长时间有照的镜子有照的作用以后，镜子比喻我们的自信脉动，以镜子来比喻的讲，伊有镜子有照的功能，像顶摆迄个武术台里嘛，有比喻的镜子啊，全国拢用镜子来比喻这，而你极而常照，就讲。你镜子有照的作用，就是物件来较会照嘛，照了伊照了刷开，镜子内底就无物件嘛。他以这样来比喻哦，就比较恰当。安尼有了解无？讲安尼听起来有较了解无？有啊。有啦所以说呢，你讲台语，我有法度讲解释。你讲国语，你着互伊绑掉的啦。我真正是甲你骗，你绑掉，你无法度讲解。好了，那这样在这一个无量当中呢，无量义量，量义无量当然安尼大家有体会，那我们就我心内有甲咱举例安尼应该去较浅而易懂啦咱体会呢应该是去较会着啦，去较会着，所以讲起就是本身就具有那个作用，你若要用就有啦，你若唔用就规律清净嘛，你规律清净毋是你无作用呢，是因为你未到要作用的时阵。所以讲呢，你无去游落了着迄个作用意义，若无你是记住的，你伊举例的，当然要借物件嘛，伊若如果讲拄好即物件，即拢无要借啥当然它是极有常照，你看袂到伊的功用当然你若讲你正要借的时阵，当然我就来借一物件，看譬如乌布啦。伫迄个时阵，伊虽然是急，毋过它本身具有照的作用，所以讲伊要用到有。那么呢，只有照而常己，照而常己，当然你照了后呢，免得照这一面镜子就归为它镜子的一个面。伫行的面内底有啥物物件？没有，那就迄个是挤压的。要用的时阵。你家己用，你家己种，它就会用无就是去收倒转来伫迄个字安尼有爱无？嘛就是讲咱的身躯啦比一个咧就讲你真都无想咧食茶，当然你就袂有食茶的动作嘛。你袂晓食茶吗？会你是记住的是因为你在当下你无咧食茶，
所以讲咧，你袂做这食袂多多。但是我即摆去搭，我做自然哦，毋免人甲我讲哦，我来做自然，我就会去摊地去食。啊，食了我搁囥咧，是毋是就搁走无长时啊？我讲讲是话地，一直咧啉，一直咧啉，无嘛？哦，咱嘛感觉嘛会使就好啊。你用规一个囥倒转去了后，就是走无长时。大家若有领会啊吼，啊若无领会吼，等于有时间即有当去小可体会。啊若搁有吼，大家甲去做伙来练习吼。那接下来呢，就是讲，佮大家讲的吼，不着空，不着有，不着空有用点。因为伫行内底是无用，就是清净有爱嘛，对不对？行内底空空嘛，你要照的时阵，当然，迄个行内底就会有啊，但是呢，你不要着空有，你莫去家主着你这所在，因为伊本来就是清净的，只是要用的时阵，它产生一个功用而已。它也不是没有，它也不是有，所以讲呢，无着这个空有两边，就是中道的第二地啦。它就本自清净，没有二元对立。你的自性对你的自性来讲，哪有二元对立？没有啊。是咱头拄讲的讲，你眼观色耳听声嘛，鼻要品芳嘛，嘴呢要食物件嘛，身躯有这个触感味意嘛，尾是有应着，若无的时阵呢，你就是清净而无碍。所以讲咧，咱讲的是得来阐述着这个中道第一议题嘅第一议题呢。嘛，就是咧讲咱自性本自清净，那么呢，自性本自清净就没有二元对立，就没有空有，就无空有啊。你无空有，你就是清净而无碍你若如果有空有有的话，就无达到清净啊，就不叫做用得第一义地啊。安尼你就没有恢复到你菩提自性本自清净的迄个意见内底本来的面目咱进入修行内底呢，就是咧教咱不着空有，当然嘛会使讲不着是非，不着好坏，不着善恶，因为自性没有那一些。所以讲咧，咱当着善恶好坏对错的当下，你要安怎保持着你的清净？莫你家用，因为用你就烦恼啦，你就会失去你本来的面目。安尼你要以后要如何回归到倒转去清净的问题？所以即摆咧就是讲，咱大家伫遮学习，不过就是讲，互咱当着伫人事物，当咱应着一切逆境的时阵，咱要安怎伫当下内底，你都能够清净自在。嘛，就是要甲咱引导，互咱达到究竟涅槃。因为咱无要逃离生死啊，咱毋是逃离这个福禄寿啊，咱是要达到究竟涅槃。所以讲呢，毋是修福禄寿尔，你一定要达到你自性本自清净的那一种意见，就是中道的意义的。所以无念呢，毋是一念不思。这是欲空、顽空，所以无念、无妄念，就是一个正念，而且伊念正念嘛好，正念来讲，简单讲，思来即用，思去即无嘛，安尼讲无清净，清净啊，所以讲咧，以学佛来讲，毋通错解着即个经教。
即个语文解题啦，免得自我误认，害人害己。真正呢，咱伫迄个坛经内底呢，新秀大师当然伊无法度达到顿悟的法门，当然伊嘛无去误人啦，只是伊拢停留伫迄种的意境内底，伊没办法达到顿悟，拢搁着伫即个讲修。当然，你着伫讲修内底呢，你要到某年某月某日对一世对一业，你才有法度进入顿悟。当然，这个有时间性。当然伊六祖呢，伊的意境有够一分有法度达到一个顿悟。如果讲你所摆的书内底，伊已经达到有即种的意境的时阵，当然你有可能啊，有可能可以达到那一种柚子的那一种顿悟的那一种意境。但是你如果是拜在心绪，他没办法。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上惊呢，就是讲唔知影，要搁加三惊，自我误认啦，那这样的就不好。因为伫修行来讲起来呢，重要就是要了脱生死。你若如果引导的，佫是引导伫即种六道轮回中呢，你佫应着说修得就是咱达到究竟，安尼有可能迄个人咱较修嘛袂到，你嘛袂到，你嘛袂到啦，佫再来呢，就是跟即个显地色温和，亦无量为中，机缘靠说见性，见性别有经上有量，量上便记下别，一切因乐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何福？即是因乐下别，故此法门亦无量为中。那因何亦无量为中呢？那当然伫遮呢，也就是讲只缘靠说见性的别离，就是感觉讲伊是已经见性，但是为虾米讲是见性的别离？伊毋是真正见性，伊毋是真正见性，伊是讲伊是达到了定即个见性。毋过呢，为虾米伊讲见性别离？因为伊是佫经常有念，所以讲呢，就是讲意望严重嘛。因为啦，你若还未达到迄种意境的人，伊嘛讲这是呢，这想较久啊，就是安尼的。因为伊的意境还未有够，但是咱的意境还未有够，当然有可能，咱嘛会去感觉讲，就是安尼。当然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啦。你讲迄个已经见性，但是伊看你听你咧讲的，就是还未见性啦。有的人呢，他就有知觉。但是有的人若无知觉呢，安尼就变成会去互人误去，所以讲个见性的别离呢，就是讲伫经常来讲呢，其实佫有念，那么伫有念呢，就是二元对立，既然二元对立，就是毋是自性本自清净啊，所以讲呢，这就是一种的邪见，这是一种的邪见，一切拢是因着妄想呢，嘛是就是。对这个所在呢，所来产生出来，而且甲咱讲啦，自性本无一法可得，本来就是清净啊。那么你佫以经上内底，咧讲心受大师嘛，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来，时时勤佛七，佛树也怜爱嘛。因为伊无法讲意境到菩提，本自清净，菩提本无像明镜的伟大，伊无法度达到迄种的意境，迄是无法度的。若有你若知影呢，当然呢，你就会知道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就是妄说何福。
即是颠倒邪见。所以讲起呢，咱爱伫处法论呢，爱伫迄种无量为宗，无量为宗要让我们真正了解到无念的那一种意见较袂讲感觉讲哥还袂见性，你讲你已经见性因为你就是讲，伫这个无念来讲起呢，你还不能真的达到无念的那一种真正的意见所以讲呢，合理无量那么呢，因为有一寡人以为伊家己已经是见性但是伊是见性的迷人。那么什么叫做见性的迷人呢？就是经当这个经验现前，现什么？有善恶、水歹、吉凶祸福，有利弊，而且呢，即是分别执着。那见性的人，敢有善恶美丑、吉凶甲祸福，敢有？没有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如果讲呢，伫这个善恶、水歹、吉凶、祸福、利弊伫凡所有上一切的当中内底，你又有二元对立，有是非，有好甲歹，安尼就是你已经做一个分别主种的迄个那么伊的差别是差别伫对心性妄动、迷失本性。伊的差别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讲咧，伫这个心性妄动，为虾米？咱伫修行来讲，修道修心，因为你自心，你的自心当中无清净，你的自性就不光明。你的心清净，你的自性自然就是圆佛陀光周周。所以讲的诚心心，伊的一贯，那么重点在伊的心嘛。所以毋通讲修道修心，毋是修道修心真正是修道修心因为你心究竟圆满。其实你身会去做错吗？没啦，不会啦。了了分明。因为心是心的气嘛。所以讲呢，心是心的主嘛。所以你要做啥是心甲你主宰嘛。你的心命尽了无好，你所讲的，你所做的。自然就是不好。我感觉讲一项物件我就介意，心就想讲介意就介意，无钱免偷摕你心想着偷摕，你的心伊就走去，真正就一直出来就会有行动，就会有行为。你有行为，就是你已经心有了。自然自性失去功能。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伊甲咱讲修道修心，不过就是要伫咱的内心当中不起疑念，要安住。当然，这个要看咱个人的意见。这看咱个人的意见，你会动的心念吗？还是你是如如？当然了，修行如如不动是好的，但是那反而如如不动就不对了。反而别当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呢，我们的道路就是这样子。但是修心，咱一定要达到如如不动，那就会有二元对立就会有纷纷扰扰。它永远都是清净的，都是一个正向的。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差别是差别伫咱的心性、妄动、迷失本性，你当有二元对立，有
有是非善恶有水吧？迄个人水到歹交，咱有关系？跟咱无关系啊！你家有管人伊水到歹交，人可以骗，敢是安尼？哦，迄人有钱甲无钱，交咱无关系。哦，为什么要你家己可以骗？你安住你自己的心嘛，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嘛，外在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嘛。啊，为什么你要起这个心？啊，起这个心伤害的是啥？伤害的是家己嘛，敢是安尼？交别人无关系，跟别人都没有关系。所以今仔日呢，咱有烦恼无烦恼是咱家己的代志，毋是别人的代志。你毋通想讲看讲啥物啦？若无安尼，我还会遮烦恼，我还会遮伤心。别人交你无关系，是你的心硬了，你有一个善恶的分别，你才来执着，所以你会迷失。你若想讲我讲哪会伊的代志，咱做好家己就好。哦，别人做不好，他要去怎么样？以爱去有因果。啊，不是上者免负因果，每个人都是要负因果的，对跟错。啊，你哪一定要去讲伊对甲毋对？对甲毋对，你做好了就你会分唔到啊。伊对甲毋对，他自己要去承担。安尼咧，咱自然咱就当得到平静的心呐，哦，平静的心，哦，所以讲咧，咱安尼咱就当守住咱清净的心，260种拢无去互无去。那么伫咱真正修道咧，的意见不归嘛，就是要回归到这种的意见。所以伫这个所在，你要看，哦，当这个因缘现前。二元对立的当下，你若是个分别主轴，就是你的心一定来赢，就有好甲歹。啊，相对你就会有得失的，你得失来对，你就会有烦恼，你有烦恼，你就会有痛苦，你要安怎离苦得乐。所以呢，你若有法度达到清净自在，无受到外境的影响，啥物？